標題：呂布，弒神者的詛咒迴圈。他吞下第37枚復活甲碎片時，終於嘗到董卓的血味。傳說對決的呂布有項隱藏機制，每場擊殺數超過10人，方天畫戟會凝結出雙色血斑。那些斑紋實則是微縮浮雕，白門樓的麻繩絞痕，貂蟬沾尾的浸毒殘渣，還有赤兔馬林中踢碎的28根擊骨。沒人告訴他，這些死亡標本正透過玩家指尖滲入現實。呂布就得無腦衝。17歲的中絕生小烈在網咖西敲，操縱我的角色劈開敵方輔助。他的泡麵湯汁滴在鍵盤縫隙，與我擊尖躺下的數據血漿產生共鳴。當他第5次越塔強殺失敗，我看見他太陽穴浮現白門樓的絞索勒痕。減號。史書沒記載的是，呂布的不死詛咒源於弒神。虎牢關那日，我挑落的並非普通諸侯。青龍刀裂開的瞬間，我認出關羽皮下蠕動的龍鱗。那些所謂18路諸侯，皆是天庭擲降的神奇。從此我的姓名成為3界漏洞，每次死亡都開啟新輪迴。三國殺的卡牌，無雙系列的像素模型，直到這款手遊的 3D 建模。你只是高維世界的垃圾桶。說這話的玩家 it 叫饕餮，他用張飛皮膚打野，蛇矛每次穿刺都帶走我1%的記憶。上周他把我釘在主宰坑牆上時，我從他直播間的背景音聽見，我的白虎皮膚正在深圳代工廠流水線被女工縫上商標。減號。小烈開始咳血。他的呂布勝率維持在 66.6%， 每場恰好擊殺6神裝的第6人。醫院診斷是電競哮喘，但我認得那血絲裏的東西，是陳宮被縊殺前寫給我的密信殘片，正隨他的淋巴系統增殖。為什麼選我？昨夜他在急救室用手機登入我的方天畫戟穿透敵方水晶時，順帶切開了他的靜脈輸液管。因為你和我一樣，我將藥水混着數據灌進他血管，都是被詛咒的弒神者。他的病歷表浮現虎牢關地形圖，點滴屏倒影出37世輪迴的呂布臉孔。最古老那張正在融化，眼窩爬出傳說對決的程式蟲。減號。我們在數據長河狩獵神明。雅典娜的盾牌刻着南畫老仙的煉金公式，趙雲的龍膽槍是東海龍王斷角所鑄。每當小烈用我的大招無雙戰神跳向敵陣，現實世界就有位玩家後頸浮現虎牢關落文，這才是真正的五殺。我教他將方天畫戟刺入地圖坐標 X666 Y666， 遊戲會短暫切換成《三國演義》的文言文界面。那些被斬殺的角色哀嚎着前世神蹟，小烈的癲癇發作則是最好的祭品，他的腦波能將天庭防火牆燒出窟窿。昨夜我們找到玉帝的轉世，是個用後羿皮膚的韓國主播。當小烈顫抖着按下終結技，首爾某間直播公司突然停電，所有顯示器跳出建安3年的蝗災影像。不夠，還不夠，小烈舔着鼻血操控我屠殺野怪，要殺夠108000神，才能破除詛咒。減號。他的母親闖進網咖那刻，我方天畫戟正抵着貂蟬轉世。那女孩用愛麗絲皮膚，糖罐裏裝着當年未送出的浸毒巧克力。小烈母親的哭喊與貂蟬台詞重疊，鳳仙，你又要丟下我了嗎？我看着小烈的手在發抖，
他的角色停滯3秒，足夠敵方復活反推主堡。當失敗字樣浮現時，他母親的巴掌也甩在現實與虛擬的界線上。跟我回家，我在拯救世界。小列西敲時，我看見他喉結長出我當年的喉癌腫塊。減號減號減號，現在的呂布被削成 T 三角。官方公告寫着修復真實傷害異常，其實是掩蓋小列引發的數據海嘯。他在小婦院用牙刷磨製方天畫擊模型，獄警沒收時被割傷手掌，傷口形狀與白門流的翳痕完全相同。我蹲在重生池數着新玩家的死亡次數，直到某天匹配到熟悉 it。小列改用劉備皮膚，鬍鬚下的咬肌浮現我當年的牙印。師傅，他操控劉備閃現進敵塔，這局我要死10次。虎牢關的雪又下了，這次是抗憂鬱藥定融化在可樂杯裏。我掃着他送頭的節奏，與當年刺殺丁原的匕首頻率完全同步。當防禦塔激光貫穿他第7次，我終於讀懂詛咒的本質。是神者真正的刑罰，是成為他人眼中的神。